你要跳吗？要跳舞吗？要跳。下来就跳吗？你想跟他们跳，可以下来跟他们跳，单独跳。左左领，你们一起跳吗？对，永杰我只有100多斤左右。没有问那些，他也没说。将军，你去不去是吧？要去吧？要去。19个人嘛。哎。周老师来了，是明天。对呀，来了呀。周马叔在。17、18，也不是他们部分人去，10多个人要去。你可以提前去嘛，16、17号也去。16号要去，17号表演嘛。对。他们有直播，肯定有啊。直播肯定有。来吧，你去跳舞吧。门卡。开始跳喽，小罗的直播都架好了，头发出来了，还有英卓还没来吧？英卓没来。
啊？你不是说有的那个？很多名字我不认识。这个叫根多纳措，这个根多纳措。他还有一个姐姐，他姐姐来的比较少。他刚才我放在我爸爸那里了，这样我来了，他这样，这样。他的拍你，他要叫你包应该是哦，没让你抱，他跟你打招呼嘛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我也对呀，他手是给你搭在你的手上。这两个肯定认识的吧？认识。对呀。一个是雍正的妹妹，一对个是两姐妹。对。那个是我们一个家上的两姐妹。嗯，对，还有一个小的都回去了，一个叫曲拉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们3个经常在一起。红色的深红色拉姆王。哇，这个是拉姆王的吗？这个是应该是你拉姆王，估计是哦，没对。他上班上的久的，休息也久。美国现在是晚上，早上1点。现在早上7点钟吧。对呀，我们这边是8点多，差不多8点多8点多。他还有个那个东边西边，反正一般都相差12个小时。这前面拉错红色第一个拉错，第二个是罗小罗，第3个是马错，这个第4个雍正，第5个是英卓，第6个李唐卓玛，第7个拉姆王，第8个芬多拉措，小拉措也叫，第9个是这个是斯朗巴西，斯朗巴西最高了，第9个是雍二奇迹卓玛。我带他跳吧。啊，慢慢跳吧，没事。如果他专一了怎么办？他就找我嘛，你看他就找我。的时候在这应该回家读书是吧？没有人他住院还来住院。我说本来按时间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老板的摄影师叫什么？哎呦，我都不清楚嘞。等一下我问一下他啊，我问一下他，我问一下，肯定要问嘛。他不用着急啊，根本就不着急啊。他想举报。他不着急。不会。
斤半，6斤5两。他那个是这个我不知道，要不我问一下他。我们12号座，我们这5个人，我不知道他是哪个，我要问一下他。你也不知道啊，你要问一下他呀。走吧，你问吧。他说他说你是哪个？程序员下拍吗？对，谁问我？他呀。你不知道我是谁啊？他不知道啊。几年了，我是第一个拍，你不知道？他是第一个拍你的。头像不知道呀。头像不知道，程序员下拍。老马是谁呀？老马，问一下的吗？不，骗你的。没事，我们挨了问一样的，有些不认识啊。我认识。没事，我有些不认识，没事的。因为我们这一组的，我们有些人不认识。有个福叔，有个老马，还有一个，他是他第一个拍。我认识的这个，你看，我认识的人，我给你们看。啊。这个认识。20多个，其实还有几十个，还有20-30个没加进来。因为那边，因为他限制了人嘛，限制。哎，你不要那样抓。他可以这边抓，因为他从小就这样子啊，因为他的妈妈呢，直接用那个把他喊了，一下就喊走了，知道吧？他们都是。这个。有点多，还有好多个，因为这个他每天只能5个人嘛，现在只能20个，还有20多个没加进来，只能在外面拍。好吧，要么你好吧。现在你什么时候跳舞啊？我不跳舞。等会儿跳嘛，随时可以跳。叫小拉翠，这是红的衣服是拉姆啊。你也去跳嘛？你也去跳。
公墓来喽。
儿、拿错、乐乐，我们叫小乐也可以。后面是中马猪，后面是圆、卓雅。永贞是银座。拿错，这是炸鸡取真，红衣服的炸鸡取真，绿衣服是拿错。结束啦，阿大哥，是拿么啊？这个是给我拿错，这个是阿杜卓玛，这学长丑，把衣服脱了再跳。这个是上巴西是最高的，高拉错矮一点点。他们是两个亲姐妹，然后那个曲拉是他们亲戚，不是一家的。这个是永贞，哦，永儿，奇迹卓玛。后面还有一个是曲真，这个是强巴大叔，这个爱不能。
这个一喜作嘛，化妆化有点浓啊。这有重放了吗？我不说另外那个，这个是受报恩了。
这都到不也比赛，这俺就永远比赛，也因你那些严重，也因谁怎么的让走在一来。这是谁？三兄弟过庄，没看扎西拉姆啊？啊，对，三八妇女节嘛，上年你才能过，你们是儿童节，你过儿童节。6·1·2。对呀、你们初中这就过不了了啊，初一好像这过不了了吧？他老婆喊你。
扎西拉姆，刚刚没看，好像消失一点，消失了一下，好像刚刚我看来了，但没找到人。他吃奶油了吗？哎呀，要准备爆了，有可能要准备爆了。他应该休息一下。看你的脚不烫吧？他不痛不痛啊，好轻嘛，完全没感觉啊。他只有6、7斤嘛。你想，你都比他重好多倍啊。让他给我踩一下吧。对，我不知道他踩不踩。下了哦。看看对面应该没有狗狗。这个车90%。那个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就是他可以报。都熟悉的，都认识，很久就认识。知道河山。因为我在这个地方，他如果外面里面有狗狗的话，他就要去了；这边有狗狗，他就要跑了。他要我抱了，你看看，我抱一会抱吧，抱一会吧，他要走，他要抱一下再走吧。要去这儿穿那个衣服哦，一下就认不出来了。票嘛。红白衣那个扎西拉姆和那个前面是雍翠儿，这个后面浅黄色的是曲卓尔，在后面黑衣服是伊西罗马，那曲张凑，这个是桑巴西，这个是雍二，这个不知道，这个女孩子不知道。
有狗狗吗？我家没有狗。你不是刚刚说有吗？你刚刚他说他有小花花，哦家里有狗。哦，寻狗之海。还没回来哦。这两个一样吗？每个人那数不完。反正太多了，数不完。几万亿。哦，对，中国存款有几百万亿，500多万亿。瑞没来嘛？瑞没来，有可能会等会儿来，我不知道。他大哥只有一个儿子，我见过。啊，他多大了？他大哥我看到了。多大嘛？曲张脱节里面没有准备跳过，他基本上想跳就跳，就主要是缓缓玩。灯子要转到地上，它就是没转到那个地上，在地上打圈圈那个。什么跳最后一个什么情况？哎，9点钟了，我靠，这个太快了哦，都没时间了，这最后一个了。都9点钟了，不知不觉都完了。这个叫啥名字？我一下搞了。我还有他妈妈的那个维他的那个账号都有，一下不知道这个小朋友叫名字了。他跳得很好，评价非常好。好像6岁多这个小朋友，就加一道菜，今天晚上只有一次，只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首，叫什么德庆什么什么
真嘎吗？多去真嘎吗？欢欢，对，你叫多去真嘎吗？对啊，多去取证。哦，对，我想忘了嘞。昨天晚上我问了你了的，今天晚上又问了，你搞忘了是吧？多去取证，一定要取证，多去取证。新舞啊，水灵舞吗？水灵舞啊。哦，对，那个是黑帐篷，那个是我朗博娃他们排练的黑帐篷。黑帐篷，和朗博娃一起跳了，昨天晚上跳的嘛。那朗博娃没领舞呢。跳得非常好，很小的幼儿园，对他妈妈，对他妈妈。穿马褂那个是他妈妈。这个新歌你跳不跳？这叫黑帐篷，扎西编的舞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跳了去学嘛。今天昨天晚上开始跳的。你看一下吧，看一遍就会了。妈妈，你看欢欢睡着了吗？没有吧？这是新歌，就有点短，2分多钟。2分多钟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对。好吧。你要抱欢欢吗？就是有点短，这首歌曲。好久不见，李哥。啊，好久不见，过年到现在，过了年之后，过了年。回家画小手。来，过来，过得去。欢欢好香啊，身上全是香水味儿。啊，到处都是。他喜欢那个，好快呀，不知不觉就结束了。对呀，我们才9点钟。半个小时。啊，对。他这2天报那个幼儿衔接，他马上读1年级了，所以的话他压力比较大，都好久没有来跳了。应该9月份才开始。对，4月份都在交材料了。哦，马上小学1年级了。对。啊，欢欢，回去吧，那我们走吧。好吧。你给李叔叔吧。好嘞。反正。欢欢，再见。你的沙发他揪的。明天他开家长会。哦。明天晚上来啊。明天晚上来啊。明天晚上我给他穿正装。哦，好嘞，明天晚上。美美的头饰。对，明天晚上还有星期天也是。到时候先来的时候，我先把欢欢抱着。哦，好嘞。可以。好。今天结束，太不知不觉就结束了，没拍多久。很快，对。那8点钟才开始，这次跳了。哦，刚刚1个小时0几分钟。看一下我侄女子跳的。跳科普山嘛，那个是。这是科普山。让欢欢喜欢欢欢。欢欢4个。有姐阿姨跳过来，让欢欢跳一下。欢欢，看会跳吗？他是一直把盯着，他什么反应都没有。他看你跳舞都是一直把盯着。前几天他外婆带他去了一次，我是没得时间，店里面太忙了。哦。哎呦。明天来，明天我们2个穿漂漂亮亮的。哦，还有区长错。区长错也有。对。区长错还没回去的嘛。他那妈妈住医院嘛，医院。对，说的那天在说，他们在楼下摆摊嘛，我们楼下啊。对。杜老爷儿。拿出来后面教他们，拜拜。好。
我们去旁边玩一会儿，还早，才9点钟。可以拍一下吗？对他们有些要跳舞的就拍一下。苏拉帮忙，狗狗。对，叔叔。你看苏拉好孝顺嘛。是。你们走了？你又不去玩啊？哎，才9点钟。好，拜拜。在旁边就逛一下吧。时间一下就过完了啊，就1个小时。8点正开始跳的，8点几吧开始跳的。你们在旁边在耍什么？不耍。2楼去玩啊？不去。应该有人吧？我觉得就是太早了，就是太早了。直接过去了。直接回去了。回家了吗？在那边撵回去了。这边。走嘛，走。都跑了，都回家了。这9点钟太早了。他们3个应该去练舞吧？就是太早了。我开始去上车。你们去不去旁边？不去了吧？好嘞，好。问一下哟。那我就拍一个。科布山，这是科布山嘛？跳一个。来，科布山。他那个作品我都好久没有更新了，我没时间。对，没事，反正就搞起玩了，反正。对。拍一个嘛。那你跳啊？李叔叔在直播啊？对，我在直播。哥呢？把音乐放一下就可以了。手机。啊，光就这儿。去上车得。3码也不止9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慢点。他们很近，也就2公里左右。对他们住得很近。对，很近。他们那个就是妈妈在那个生病的嘛。对啊，对。他们就在我们楼下摆摊。对，还有国外网友送，就是有些给他，也就是送新年红包嘛那种。对。看一下。之前青青也送了的，青青也收到红包了的。对。台湾的还有我们美国的。对。他们网友跟那个曲长初还送了很多，因为他妈妈生病的问题嘛。对。好多又送了很多。太感谢了。对吧？对。相识是缘分。对，他们爱心，他们太有爱心了那个。对。走吧，我们往那边走吧。走吧，往2楼那边走吧。反正那边有些在拍作品，有些回去太早了，不习惯9点多。对。以前都去跳9点半嘛。9点到10点左右啊。对。这边的房子贵哪了？就是学府，那帮学校好一点，要好一点。那边金沙那边都比较贵，因为房子比较新嘛。我们上完快，那个叫啥？还一套房子90平，那是福利房，还82万，那地方现在2万5。对，现在那平2万5。能够卖就最好卖掉，因为能够卖最好卖，挂了卖了。因为以后经济根本就不行，以后不行了。你说的对不了，他们的福利房，我们儿子他们单位的福利房，能够卖最好。如果有产权的把它卖掉，有产权呀。现在慢慢都能卖，把挂上去卖的。因为以后中国经济肯定是回不了了。因为以后各方面，你想那个生育率啊、就业啊，还有就是人口下降的，经济方面肯定不行。所以能够卖掉都是任何时间都是最高价。你现在人家开拓东边，开拓东边和北边。东边还是比不了。我知道嘛，他们差远对着了。东边那个太稀了，然后房子
小区和小区之间有些那个绿化呀，不是绿化，就是有些铁路太多了。铁路太多了。那不要说，你看北边那个北站将来开通以后哈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北站开通也不行，那地方要扒呀，好多地方要扒呀。那边赔款是3万多，3万2一平米。我不知道。所以现在那边赔的都是，现在慢慢都修了嘛。但是你那边北边那边只有做批发。就西边南边哈，就环球中心那一带，金融城这一带生意好一点。对，那房贵的。你要买房子的话，还是没必要。很多时候，那不是像我们这，他说单位人家福利房，你不买还不买啊？那地方现在西三环2万5的房子，能够卖最好，最好兑现了。2万5，人家给你。90平才82万，给你再挣，你不要吗？这7、8千块钱，对，可以。但是你拿到之后，你要转卖的话，你没卖到多少钱？这是我们儿子事，这咱管不了。人家才开始装修嘛。反正房子是任何时候最卖挺好。哪个？是这个戴黑帽子的。戴黑帽子的是被卖嘛？啊，罗尚的弟弟嘛？罗尚的弟弟啊？对啊，你看是不是？我没确认啊，有可能是。我也不认识啊。等下转过来，我告诉。这不认识。好像是哦，好像是啊。就是。哎，不是。是吗？哎，就是我看不见面孔呢。就是可以买，他没有抖音号的啊，他不玩那些。刚周末来了，没见周末来。欧姆啊，不做来没？欧姆报名没报上，他们在团里面通知嘛，等他报名的时候，他人员满了，听说了是。找瑞瑞的票去，找瑞，我想问瑞瑞去不去？我是把哪个去？你把他拿过去。对啊，他如果去的话，就把哪个去吧。我找瑞瑞去不去？他因为他要教学嘛，他在成都教幼小听过。有啊，借我一下。这还可以60%-70%。他不得跑，还要把他顶到。19个，不吃些，我吃了饭的，我吃了好了，我又去买了个凉拌的菜。我回去我又煮了个汤，然后回来还有回锅肉。昨天回锅肉没吃完，然后热了一大堆，又买了70-80块钱拌菜。现在外面的凉菜太贵了。对啊，料就买料级的，都很多，它一斤都是100块钱左右了，现在很多。但是些半斤就50。我之前都准备跑那个菜市场去做凉菜了。我想到自己做干净一点啊，做那个就是少做几样，比如说。现在卖凉菜的，现在一般说菜市场的凉菜味道不要太差，一般是说得过去，一般有很多人吃。对，有定点的，他也吃一回要吃完了。因为一天运营，他不只是那种有农村里面的大头上那些啊，你要卖卤菜，一天都要卖30-40千啊，30-40千的运营的，你就算20%-30%都要赚好多。卤菜不止啊，我知道啊，你说你卖少人嘛，
这味道。这冬天你把暖手宝都省了。对，就是现在的卤猪头肉嘛，他在市场上去拿的那种整块的猪头肉，然后卤下来，它有些是分开的，还是新鲜的，差不多12块钱一斤。它卤出来卖你37、40块钱一斤。对啊，还有生蚝。点赞可以增加人气啊！点赞越推荐的行吗？对，就点赞越多，然后他这个推的人越多。流量，以江苏50086。他被超流吗？他流量降了嘛？是不是降了嘛？有被降说不会超前吗？应该不能，我也不清楚他套餐不知道。等他转过来的时候跟他说一下。你做那个上网的可以，查那个 APP 查一下就行。万一有些他用超了之后算很贵，对，很贵那种，他准备超的没事。这点是坚持嘛，然后播完了之后回去再查，也不在乎那点儿。炸西和拉错回去了，这个有一段，它有4段。金川锅庄，他们老四没来，永吉嘛没来嘛，不承认他会，金川他肯定，永吉肯定会。应该去哦。团长都来了。看了一下没人了。团长他不一定要调，你看有罗商也是啊。现在做凉菜其实要求没那么高，有一个20年的凉菜师傅给我说的，只要把味精和盐吃够，你把凉菜你煮的时候，把那个这不是灯来了，刚才来了又跑了，号称弹簧嘴儿。他说只要味精盐还有弄干净了，煮的时候把腥味给压下去，没有腥味拿出来。主要出腥味。对，只要腥味不是压住了，其他的弄出来绝对好吃。对，他做了一个，我老婆做也做得好，以前都没弄过的，都做得好。现在凉菜只要就那么几个方面做出来就好吃。价格很贵，以前我们在阿坝州牦牛肉都才好少钱一盘，牦牛肉它的内脏我们那都不要钱，2点都不要。我自己凉拌，吃不完的跟酒味。那个时候凉拌的，在我们成都卖50-60块钱一斤。给我吧。很正常嘛。就是现在他们那个阿坝州那边牦牛肚那些很便宜嘛。就像他们那边卖那个新鲜牛肉才32块钱一斤，对啊，你卤出来都80-90上百。他们有些就是那边买的，经常有联系到客户之后，他们每天很多做烧烤的，他们做那种很国际，他布置在那儿的。你看到他们没有多少人去吃饭没有多少人去吃他的串，但是他的店还有维持得走，又能把工资给发了，他还能赚钱。我过去干嘛？这边这样对着那边光线光，那边逆光，对，那边逆光的看的是暗的，这边看的刚好。真的吗？对，你试一下嘛，不用试着看到。你去开嘛。我不知道怎么开嘛。推也推过来了嘛。他想坐在车上。问老师嘛。你问老师嘛。你把骑。你天天喊他喊。骑过来嘛。你叫他去。他是不是限流了？应该限流了。卖东西的吗？这只卖东西。没我说了，刚来了他又跑了。卖东西吃的。难怪没人了，限流了。他在吴京的直播间限流了。什么情况？不是那个限流，是流量限流了，卡了。对，卡了，不是那个。
那我好拍一下啊！我说怎么一下没有？美女直接就上来了。他卖的东西，哎呀，卖的啥啊？几点钟？10点钟不到。哎，后面那个嘛，明的嘛。这个吗？啊这个。啊，彩嘛。摸一下。哎呀，对。你没骑过车吗？没有骑过这个。你骑过摩托？摩托跟这。声音有点像雨涵的声音，带种妹妹。你不是？哎，你把这车子蹬一下啊，蹬过来。啊！千万不要动。那个是弟弟叫德麦，德国的德麦车麦。把流量用完了。充钱。手机没流量了。他不关心那些，这里什么？啊，无所谓啊。反正明天再说吧，回家了之后再说。他今天都不管了。哎，知道了，手机没流量了。这会儿醉了，不知道了啊。小喽，英卓，然后这个是门卡，这个是赵小璐，这个是赵曦，这个是德麦，这个是三国级，这个是曲吉，这个是邓芝，这个是罗桑，这个是周马初，这个是雍正，你们数一下多少人？这还有2个没带票，还有吴京，拉错在中间。现在转一圈是多少？你们数一下多少人？吴京1个、2个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个、17个。这个要赚钱。只有拉错会那个，还有一个抓西会2个会。他们这个金川国队有4段，第4、1、2、3、4段，4段。走了，你跟他忙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这些就没办法了，摆龙门阵了。德麦嘛，德麦。不是这名字，登之什么？对，是这个项目。他们店上有专门卖的那个，反正你一壶的话20-30块钱吧，你可以随时续杯啊。水茶和奶茶，水茶还可以吧。我们来报吧，我们要报。这是第2段，刚刚那第1段一共有4段。又看那个大哥哥，你喜欢他吗？有金门吗？喜欢吗？你不想去？没来呀？来。
那球局什么都会。你看诺诺一般看一遍就会了，基本上他专业的嘛，就像球场错一样，看一遍就基本会了。20多岁很正常啊。躺在外面也在叫，外面围观的也在叫。对对对。
还没调。先投这边只有炸稀以后才没得调。对对对。炸稀的哦，拿错也会调。先做酒。哦，关机了，这个手机关机了。哎，他关了，没电了，他不播了。这硬座的。我在中间，高兴的回啊！下！下那不是败火嘛？我真的没有开玩笑，他们还在这个。谢谢分享直播间，我们分享直播做起来，谢谢大家。咱们没有点关注点，想关注谢谢。关机了，可以了。他没开。可是你是这样的，哎，你是这样的。看一下那个。豆腐。豆腐，我那个，你看那个吴京嘛，吴京卖豆腐的动作。这个是邓紫是那个豆腐的动作。那老刘那天表演那个就是。点了吗？有点吗？有点。女生节日快乐。下个是群里面的吗？没有单独。抖音里面不得发红包吗？抖音里面没有。左右吧，反正2段是将近8分钟左右。那天在你们在那边跳的将近8分钟左右，4段的话那更长。那个全场应该有15分钟吧，有。电瓶车倒了。这个新的段。看错了，不是，还有一个。
4个，到合在一起多少分钟？你说阿英了吗？我听下声音是阿英那个。对。对。阿英的主播词，不是主播词，总结的，在婚礼上讲话。第10段。在旁边是只有狗狗，只有狗狗，只有狗狗，只有这个，只有这个，只有它，其他没有。你们他承认是吧？旁边只有这边哪里？旁边只有它。是。我们俩一起跳过妆好不好？一起跳过妆。可以，愿意。一起跳。老家是哪里的？小李哥哥哥。老家是这个。成都，应该说成都。我们就从小家就住在几块东西隔壁。对，几块东西就说第2个家。飞吗？那第4段好像是。
好长啊！好，这4段跳完不晓得好多分钟。好，回家了，家人们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好。 10点半，10点35。是那个我好像见过这种舞蹈，金川的舞蹈。金川公主。对洛洛来说好简单嘛，看一遍就会。背上我的新娘，走在那个带中的妹妹叫。哦呀，刚好好学一下。带中的妹妹叫养鸡。我以为真的是带中。还有个躲鸡。